小侯爷，小侯爷啊！我挨家挨户看了个遍呐，何止是王顺一家呀，只怕是17家都有危险。积水都到了小腿肚子了，院子里男女老幼端着锅碗瓢盆往外讨水的。换了平时呢，这个法子兴许管用，可眼下这门外的水渠都满了，哪还逃得过来呀？那怎么办啊？这样吧，钱叔，你带着栓子二娘子去那些佃户家挨个敲门，让他们住到我侯府来，跟他们说，值钱的玩意儿能带几件带几件，带不了的我赔。哎呀，小侯爷不行啊，人太多了，咱就是把祠堂腾出来和上房腾出来也安置不了啊！栓子二娘子，你们俩带着一部分佃户去花露水作坊，跟老四就说我吩咐的，让他停电救人。剩下咱们仨赶紧去一趟造纸作坊，也劝劝他们停业救人。快，走！快！钱叔，砸门！开门！干嘛的？把门打开。腰牌？没腰牌，老子是王修王子豪作坊的大股东。没有腰牌，别想进去。把你们女掌柜的叫出来。我就在这呢，有何贵干？现在灾祸在即，佃户无家可归，我现在命令你立刻停产，开门救人。停产？门儿都没有！公主不发话，谁说都没有？妈了个的，拿了老子工钱还跟老子叫板是吧？公主都没急，你算哪根葱？敢跟老子耍横！钱管家，去，把庄社的壮丁都给我叫出来！这作坊老子不要了，给我拆！你敢？小心公主要你的脑袋！我还不多拆，我就拆一半，另一半给你们家公主留着下崽去。你不讲理！我就是不讲道理，人命关天的，我跟你讲什么道理？我跟你说，你要不然就停产救人，要么你就让我把这作坊拆了半边去。你自己选，你想好了，一会儿来的可都是糟民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别说你是作坊了，我看就连你这大姑娘家的都自身难保。赶紧去报官！报官有屁用！老子是御赐的男爵，不怕官。掌柜的，您是不知道小侯爷的脾气，赶紧按小侯爷说的办吧，不然呐会出事儿的，会出大事儿的。可公主不发话，我不敢。哎，我家小侯爷和你家公主那是过命的交情，就算他真的扒了作坊，公主也是拿他没办法，到头来怪罪的不还是你吗？那回头你们去跟公主解释吧。你放心吧，连累不着你，我就要一些阴干的工房，你赶紧去给我收拾一下。另外，所有的损失我王家出。胡正王，回头拨笔银子，今天所有倒了房子的佃户，等雨停了，我王修给他重新盖。哎呀，小侯爷呀，你真乃在世活佛呀！老奴一定办好。去看看。夫人，这件肚兜也晒吗？晒呀，都是上好的丝绸，再不晒就发霉了。这府上又没外人，不必遮遮掩掩的。哦。这一连下了5天5夜了，雨总算小点了，就是可怜那些佃户了。亏了夫君大仁大义，解民于水火，若是交给官府，怕是早都遭殃了。在其位不谋其政，古往今来一向如此。就算再过个1800年呢，也是换汤不换药。夫君又说荤话了，还是先顾好眼前的吧。照这情形啊，怕是1、2日都不会天晴。这仓库的粮食若是受了潮，花露水的原料可就泡汤了。小蝶，你先别晾了，去把钱叔喊来。哦。夫君又有什么奇门妙方啦？我又不是花老道，哪来那么多奇门妙方？那夫君随便一想，就够常人一梦的了。
小辉啊，您找我啊？对，贤叔，这2天天气湿冷，你叫些人手，堆些木炭到粮仓里面。木炭能吸水，免得粮食发霉了。小辉想的真是周到，老奴这就去。这木炭还能吸水呢？当然啊，小儿科嘛。那先生让栓子他们去把粮食也归置归置。那就有劳夫人了。把这堆木炭拉到粮舍去，统统绑粮垛上，绑严实了。这是何用意？防潮的，这雨时下时不下，粮舍还是有点潮，你们照办就是了。哦。夫人，膳食都已经备好了，小侯爷在膳厅等您呢。啊，我这就过去。你笑什么呀？我笑他丑人多作怪。哪个他呀？你咋哑巴了？嘿嘿嘿，让我静一静，行不行？我很不习惯。慢慢你就会习惯了。以后啊，我将和你一样，少言寡语。不许模仿我。你知道吗？这就叫有多大脸现多大眼。你说好端端的，我跟你模仿什么武林高手，还他娘低血糖晕倒了。最可怜的是那5个鸡蛋，啊，算了，吃了也就吃了。你知道吗？现在我无颜面对小蝶，我现在在小蝶眼里就是一无耻的混蛋，一无耻骗子。你自作自受。对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既然我注定孤独终老，就让我沉默是金。别自暴自弃。我倒想自强不息啊，可你整天占着茅坑不拉屎，你让我霸王硬上弓啊！我拉不出来。你拉不出来，让我拉呀！你不懂爱情。那好，那你说说，这爱情究竟为何物？本来无一物。那你还说个屁呀！二爷吉祥，二爷再见。有请。我要饿死了，我也饿。再等一下，夫人马上就来了。夫人，你可来了。你们久等了。这小蝶这2天怎么怪怪的？刚才看着她不知道冲着栓子还是二娘子，那眉来眼去，还笑得羞答答的。他们这个年纪，青春期骚动，你就别管那么多了。趁热把这油茶喝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喝多了这个上火，你自己的都没喝完，喝人家的干嘛呀？等我婆婆买来的，比我姐还抠门。我招你惹你了？偏嘴多吃你家的鸡蛋。哎呀，好，随便吃，别委屈了小姑奶奶。这才爷们儿。我呀，得赶紧把你嫁出去。我不嫁。哎，怎么了，夫人？是不是饭菜不合口味啊？也不是啊，最近就老觉得特恶心。是不是那天庄子上淋了雨，着凉了？这也没有啊。那肯定是收麦子中暑了。那我看就怀孕了。娘说了，你动不动就恶心，一准是派上种了。殿下恕罪。何罪之有啊？奴婢不明事理，见死不救，只栽迷于倒悬而不顾啊！亏你还心知肚明，本宫对你信赖有加，你却将灾民置之门外，诋毁我大唐皇室的名誉。这事儿若是传了出去，我这大唐公主的威仪何在？公主饶命啊！奴婢罪该万死，奴婢一时糊涂。行了，懒得杀你，滚！等等，去
去跟下边人吩咐一下，从本宫的红利里拨些银两出来，以助赈灾之用。是，公主，奴婢明白了，这就去安排。王子豪啊，王子豪，这一次你可真是叫本宫刮目相看。夫人，按小侯爷的吩咐，老奴核算了一下，这给庄子上受灾户重建房屋，大概需要花销800两白银。那么多啊！这还没有算上救灾的粮食、布匹和草药。不过还好啊，公主殿下怀人天下，从造纸作坊那边拨下了一笔赈灾款。什么怀人天下，花的还不如咱自家的买卖钱啊！不，公主殿下是从她个人的红利中拨出来的。这还差不多。罢了，为了侯府的名声，该花的就花吧，也算是破财免灾啊。但是，这也不能亏得太离谱。这样吧，逐年等佃户们缓过来点儿，再从他们的年利里扣回来一些。是。夫人，您不要紧张。没事，我回去躺一会儿就行。要不老奴差丫鬟扶您过去？没事，没那么娇贵，您忙着。夫人，您慢点，慢点啊！不辞义务卑，忠孝难两全。赠后齿由之，义子怒中天。这丫头最近怎么了？难道真像夫君说的什么耳鸣骚动？走啊，臭棋篓子！催命呢，还不让我想想呢？没听过观棋不语。行，你想啊，你接着想，使劲想，我等着你啊。小人得志。骂吧，你再怎么骂我也不生气，我怎么能跟一个臭棋篓子生气呢？对不对？我就下这儿吓死你！你又输了，快快赢！别，走，你再借我几个，我一准儿东山再起。不行，干嘛？大白天的闹腾什么呢？啊！哎，哎呀，娱乐一下嘛，你不年不节得赌上钱了，夫君怎么当的家呀？二女，还不赶紧把妻子收了？你又想挨打了？就赖你，又想挨打了是不是？姐夫才该打，就他教我们下的五子棋。别胡说啊！谁教你了？是你自己跑来非得要学。都被夫君惯得没样子了，这二女也就罢了，老四今后还要嫁人呢。哎，我不嫁。你不嫁，你有能耐上山当尼姑去？偏不，就在你家赖着。行了，别腻着了，这银子妾身收了。夫君以后别再带他们赌博了，这家里闹着玩都耍这么大，够一家店后吃2个月的了。怎么一说到吃，我又饿了呢？又饿了？等会儿吧，厨房正坐着呢。二女，走，咱俩厨房去，远离这是非之地。哎，你别走，你欠我的银子还没给呢，快！是吧？银子。或人情期爱，世间本无见，无所谓见先。姑娘，气了吧？二娘子，你何时起心动念时？那你跑到房顶上做什么呀？做些无为事。无为事？啥是无为事呀？无缘即无为。二娘子，你说的这些云里雾里的，我听不懂。我本佛门人。我知道呀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亦无烦念。
你的意思是气了吧，姑娘？气什么？气了二娘子。我气不了，我爱上你了，气不了。去爱栓子吧。爱栓子？谁会爱他呀？跟二溜子似的，就知道混吃等死。我才不要呢！机缘还未到，到不了。我跟他没缘，我告诉你，我就认准你了。一切因爱会，无常难得久。生事多畏惧，命危于晨露。因爱故生忧，因爱故生怖。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这个老四，这爹娘不在眼前，就没人管得了他了。这现在越来越疯野，嫁不出去了怎么办？唉，他真是条汉子啊！你就随他去吧。什么汉子啊！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。她是我妹，这夫君有空啊，还是得跟你那些有身份的朋友通通气儿，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家，给他找一个。你这时候怎么不找齐郡主了？平时不是联系挺密切的吗？女人的眼光总比男人眼光强。再说了，她有你这么个极品高命的姐姐，还怕嫁不着大户啊？瞧夫君说的，这陈家毕竟是商人之家嘛，这妾身的话，哪有夫君的话有分量啊？可是这保媒拉线的，我确实不在行啊。实在不行，就让她自由恋爱得了。什么是自由恋爱呀？你夫君别推三阻四的。没有，关键我是真找不到跟她般配的人呐，我就认识程初，行吗？我这个妹妹，这模样虽然逊了些，但人聪明又能干，这谁娶回去，绝对是她的福气啊！什么审美啊，简直是丑女无敌！夫君到底帮不帮忙？给个话呀！哎，公主来了，我先去啊！哎，咱们这话回头再说吧。哎，等等，又怎么了？不如妾身托公主帮这个忙，只要公主肯出面，那就是代表皇室，这嫁出去都算是下嫁，她敢不娶？这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的？不能白把夫君借给她这么久，于情于理，她都该帮这个忙。走。哎，不是，你还玩真的？大暴雨虽然淹没了王家一半的田产，可是庄户们的心却被子豪紧紧凝聚在了一起。作为灾后重建工作总指挥的王子豪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下一集里，老四的婚事被提上了日程，兰陵公主带来了前线的捷报。子豪一方面很高兴，一方面又为自己的毒计使得天下生灵涂炭而自责。我跟你讲，前几日前方来报高丽大捷，3位将军已顺利拿下平壤，斩首4万余，捕获8万。高丽的王族正在往长安